今年真欢喜啦，就是我去看这个搁世界搁起第这个楼摆啦吼，虽然咱就提早庆祝吼，今仔日还未到这个日，吼啊，讲到这个阿 Q 叔，大家应该拢小可有了解啦吼，就是咱台湾的这个普土企业的创造的这个奖项内底，较早开始咧做的，就是落尾政府才有咧重视这个科技创造这个物件，吼，伫政府才开始做之前，就是咱你讲这台语文化基金会开始做。头拄袂记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是台湾通信广播的文编辑罗小人，今日来做这个台湾本地的主持人好，大家应该还有看过这个台湾通信广播，就是大家即摆手头的一本啦吼。台湾通信广播就是希望讲会使去传达这个台语文的文字化的这个主讲这个工作吼。当然，咱确实嘛是安尼，因为咱台湾的这个台语文的运动，上早起头就是为文字化这个工作开始做起，因为咱大家拢知影台湾话是一个，伊还未文字化，真正是一个敢若有话多字的一个语言，所以即摆无共款。为这个台语文运动咧开始咧吹赛的时阵开始，就一直咧吹赛这个文字化的物件，所以是安怎会办这个学想，嘛是希望会当甲台语文字的这个物件较认真。互更较侪人了解，因为虽然讲咱咧在说，大家拢是有写台语文经验的人，毋过也阁是有足侪人对台语文的文字是无啥了解的，对台语的这个观念吼，一寡错误误解部分，会感觉讲台语无字吼，敢若会当用讲来流传的尔，讲的嘛毋是。好，我是第二因为当对，对了解是第一了解，第一就是。创办者迄个就是ชื่อ嘛因情义过身因看手，大概伊本摕一寡钱出来成立这个基金会，已经24-25年所以咱这是台湾上早唯一的台语文教基金会，有台语文名就无简单，我感觉咱台湾人真济拢支持政治运动、宗教运动、文化运动都无支持所以我真感动。但是我感觉这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所以我是这个基金会到尾来对着咱自己，看我机会袂歹，成功的这个基金会已经台湾较早因为较少人去做台语活动，所以咱办一寡电文活动、文的活动校赛的活动啥。常常个教育已经有这教育文化活动推动的台语，所以常个活动就真正去做，咱嘛是继续去做。今仔真欢喜，咱有这个机会去办这个活动，一个是颁奖的活动，一个是咱的沙龙沙龙今仔伊来遮，今仔伊来咱颁奖线台时间方面，咱线听你讲了讲这个故事。这是好的观点。咱今仔颁奖有4项嘛，我会排4项。反正欢迎大家来参加咱的奖品少少的，就是意义真重，咱针对青少年学生高中生啥办一寡适合的服务，也是迄个活动真欢喜今仔大家来，我大家多谢。好是，我老师讲的，就是基金会正是上早上早开始有做这个台语文的部分的这个基金会，嘛才有动头到即摆都一直咧出这个台语文的这个杂志。因为台语文的杂志，当然咱毋是上早的一本，可能咱是即摆了都有咧出的一本，更是历史较久长的。这个台语文的运动就是为这个文字化开始，一直到即摆是。算是台湾协会运动内底一个人是讲过比去，人是讲欢喜，就是讲算是咱台湾的协会运动内底较少人去做的物件啦。嘛，感觉讲伫即个台语的即个部分，较少有即个少年人来参与，所以今仔日看到一个较少年的迄个面貌，我感觉安尼是真好的，就是表示讲台湾的即个台语文的运动是一直咧传承啦。好，再来咱再请即个。另外一位董事甘林丹老师来替咱讲几句话话，
新家里头中意啦吼，今仔日这个我各位当时做伙算袂歹啦吼，这个叫想吼，大家这个大家拢在办啦吼，真正各位吼来参与吼，来参赛来迄个吼，嘛感谢各位朋友来参加这个奖金的吼。跳手伊的意义就是讲咱咧鼓励吼。咱因为这有阵时政府无车爱插咱的这个台基本的代志，咱台湾人家家己打拼，吼，家己打拼，做咱想要做的工作。你若讲我咱是耽误啦。所以你讲社会上拢是民间的力量啦，吼，大家积到伙，毋是讲你个叫搞，是恁大家斗支持斗一面，才会当安尼啦，吼。这个因为这个台湾人吼，若有啥物做啥想吼，靠来个参与啦。所以鼓励是较好啦。即嘛这个时代，这个时机吼，我感觉是咱在台湾本地化，无论是国际上，是国内外吼，台湾的国际名声咧出啊。咱台湾是要正也是有机会啦，用台湾的名，咱是讲用台湾的名，这是有机会啦。过来咱台语文吼，毋是干咧讲名，包括主持，嘛渐渐识到迄个大部分台湾人的民族啦，才渐渐识到。你若咧讲有人反对啦，迄真正有诶啦。啥物吼，台湾你来到一个国家吼，台湾人无人咧反对，嘛是有人反对先啦。迄调工诶啦，迄免插伊啦。总是吼，咱家在吼，上帝手术咱一个所在，有咱。这讲说唔定这个政府会当以这个下场，我来会当一下做伙吼。今日是多谢大家来欢迎大家加哦，多谢。其实今仔日真无简单，就是讲伫这个世界疫情大流行的时间，伫台湾遮因为政府控制有好势，咱大家才会当伫遮聚会。当然大家迄个防疫措施嘛是爱做好势啦，吼，虽然挂好势，安尼吼。再来就是刚才好多下面老师甲咱鼓励吼，就是做这个台语文东是无简单，所以大家继续来做伙拍拼。好，再来咱搁请咱方辉咱老师来替咱讲几句话。各位友志，真欢喜今日组织伫遮来关系2021年叫想吼的颁奖。典礼，搁行第二个活动，就是咱蹛提起有台语沙龙讲座啦吼。今日伫遮真欢喜会当看到做较济无共款领域、无共款的即个专业的人吼，伫咧即个得奖名单内底，会当希望讲咱即个叫想是一个雅致的一个效果啦吼。虽然讲奖金实在是足疗效吼，嘛无算是一个大家主流媒体去看到的活动，所以咱对1998年开始就办即个第一届的即个红客秀吼。1998年拄开始是干针对即个诗小说即个部分，落尾有个无共年度会有无共款项目啦吼，有时有即个剧本的即个奖励，甚至伫即个客委会、管理会还未开始有创作的奖励的进程，其实也叫像早期有办过即个客家组加原住民组的即个奖励意思就是拄则两位董事所提起的，就是咱伫民间咱毋甘愿讲无语的物件豆豆咧流失，咱想尽办法要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催促的其中一项就是。用即种鼓励文化创作的方式，咱要脱离一般人所认知的，可能对台语也是讲对咱本土语言有寡错误的偏见，迄个印象看要安怎豆豆来脱离来改善吼。所以咱办做一种活动，其中一个咱一直要要持续咧办的，就是即个奖励。毋过咱有啥会对时态的即个一寡环境的变化有一寡调整啦吼。可比讲，若准讲前几咱开始，咱才有参加即个绘本奖，就是因为
愈来愈侪台语亲子共学团，或者是讲有新的台语家庭的成员，对于咱即个台语故事、台语绘本的这个需求愈来愈大嘛嘛是即个声声，咱嘛是希望讲会当来到赞声到好咧。毋则咱前几天开始有即个绘本即个项目即个奖项。所以真欢喜大家来参与，来参加咱即个会使讲是咱的语言文化族群真要紧的工程，真感谢大家参与，先讲到这，感谢。多谢咱黄慧老师甲咱补充一寡客省的一个历史。当然就是客省亲像拄仔黄慧老师讲的，就是客省的奖项是一直在调整。因为即几天就是开始有愈来愈侪即个台语绘本的需求，这其实是一个好现象啦。就是讲表示讲有愈来愈侪台语家庭需要读即个台语的绘本。即个台语的绘本其实古早时阵嘛毋是无，毋过就是总是数量较少嘛。所以咱就是伫客省的即个奖项内底，落尾即几天咧办客省的时阵，就开始增加即个客省的即个绘本的部分，今年嘛有增加一寡新的部分，咱等下到来介绍。即摆咱就是来做即个颁奖的部分，先为头拄讲的即个绘本开始好啦。咱的今仔日的即个绘本的部分是有分做国小、中高年级，甲幼儿、国小、低年级的部分。即部分对哦，咱是毋是先请即个绘本的评审老师？是不是罗老师？请一个罗老师来甲咱讲一下。各位台语界的前辈，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大先恭喜客省的这个奖项的得主而且嘛祝大家新年恭喜。我是第二期甲细汉囡仔绘本的评审。评审的过程中，感觉这个创作者已经有想到，毋是干那咧做台语的创作，而且伊有针对伊的形式去做一个思考，尤其是咱看到参加比赛的作品内底大部分拢有思考着讲，我这是要互细汉囡仔读，所以有迄款诗歌。也是讲伊创作的这个形式有一个顶大的部分，就是一直用顶大的方式，敢若袂输你甲这样囡仔咧讲话互因用顶大方式互因会记起来。这是我咧评审的期间有发现的一个代志。另外就是咱即摆绘本我毋知影中高年级是安怎，总是低年级的这个绘本咱是先看到文字，但是伊是一个文字的创作。不过用我家己伫大学内底甲儿童文学有经验咱咧讲绘本的时阵，实在是规个绘本伊的文字甲伊的图是同一个作品。咱会使讲世界上即个上经典的绘本拢有一个特色。就是伊的字甲伊的图是有对应的关系，而且有对话。伊的图可能会去帮助迄个文字，也是讲迄个文字会去评论即个绘本内底的图。这是实在是较理想的形式。总是咱知影即摆阿口省的即个量名要报告讲，就是已经出版的绘本台语的来参加比赛，总是咱可能会当安尼去想，就是讲推广台语文字化的这个工作因为咱在座有这部分专业的人，所以未来的方向一定是安尼，就是文字以外有迄个更较专业、更较有路的内容咱最近来讨论，多谢大家我大先最后要来讲就是因为在座有真前辈一直咧做这个工课，这个12出23天，可能更较久这个30天就是出遮久，当到这个时阵
叫大家会当来参加吼，真正多谢大家吼，努力甲拍拼，多谢大家。台湾通信，甲台湾通讯广播就是，本来是台湾通讯，后来佫有台湾广播，就尾谈做即摆大家看到的台湾通讯广播，吼。有一个老师讲，咱台湾通讯广播是在纪录运动内底上动头的一本杂志，确实是安尼啦。好，嘛真感谢就是拄仔一问老师来讲这绘本的一寡美感部分，确实即个。做绘本真正是无简单，因为确实研究的是即个文本的部分嘛，吼。文本就是嘛毋是讲简单啦，毋过相对就是来讲，一本绘本内底是若文字尔，佫有图的部分，爱去创作，而且爱两个部分爱相对的，爱有对安尼。这嘛是进前就是管基金会咧做即个进前，应该有出逐本的即个绘本啦的时阵，拄着做一本啦。一方面就是咱怎去即个甲画图的人去抄写，看要安怎去画图，要安怎甲即个文字配合，这拢是主要就是伫即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多方面大家做伙来讨论的物件，而且画了后，佫爱教育，就是阮伫免即较费钱的部分，因为即摆佫有足侪台湾软体拢是无即个资源。一寡比如讲调度的部分第8条拢会走起来，等等的即种里里扣扣的物件，这若是有用过台湾软体啊，应该拢知影。即第8条佫有一寡啥物毋再第7条的一寡，就是遐个片音、片化、文本的部分的调度电台拢会走起来，等等的。幼儿国小第2年级绘本故事的热衷人，陈玉栓。嘿，大家好，我是罗雄亲子共学空间的头家，我叫做陈玉栓。即摆我是一个出租空间的经营者，嘛是落个囡仔的老母。即摆感谢李工作基金会。入选我的作品，一般我拢是叫伊 LKK 啦。感谢 LKK， 感谢上帝，因为我感觉我本底是少软只的人，我嘛无遐尔负责条，毋过拢是因为有甲囡仔做伙的时阵，我就感觉足快乐的，我嘛感觉足有力量的，我嘛希望会当为因做一寡代志。即摆我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做啥物名？咱请阿妈来甲我讲一下。我的故事叫啥物名？大凉卵。对，大凉卵吼，这是一个大凉卵的故事。这个故事内底我有写着大、细、数字、料理，伊是一个真详细看、听、闻、食、摸。各种无共款的感觉，咱拢有家顾着，拢有家刺激着。为什物选卵？是因为卵是即马现代家庭真定定看到的即个食材，毋过听讲即马价较贵。后来我甲像恁家就较好啊，吼！即个大凉卵的，伊咧大凉卵出场的时阵，我就甲阮囝讨起洗起哩，阮是用蓝色、蓝广告的方式。即个故事嘛，毋但是互囡仔会当有看出广告尔，伊是会当哪说哪广告，哪用台语哪生活，也是推动台语的平常化，会当互因感觉，其实对因来讲，即个教因咧认知的物件是上介重要的。因上介重要、需要重视的是算甲陪伴，所以讲，我嘛希望讲，即寡画本会当，互侪侪的台语家庭会当真做因即个细汉囡仔、大汉的养分甲力量，真正的上介重要，其实是算甲陪伴。这是因为我做一个家长来讲，我深刻感觉的就是因嘛是需要陪伴甲算，这是上介重要的所在。上落尾，要感谢我的台文老师，就是阿慧老师。咱来我。学台文
用无共款的新的眼光来看台湾，重视台湾的价值，啊，互我尽我的力量会当徛咧我会当做的所在，尽量家台逐个台语的家庭到参加来呢，啊，搁一摆感谢，多谢大家。青菜头油。就是伊头仔讲，就是真感谢有台语老师来带安尼。其实咱即摆就是因为台湾的即个台语教育，就是对于真够大的足侪人都无受过即个台语教育。毋过即摆时代都共款啦，因为即摆已经有台语绘本，所以即摆咱会当对囡仔，就是对咱的囡仔就开始教因台语。所以咱未来的台语本的一寡创作，应该是甲囡仔你无共。好，希望啦，希望会使安尼。好，咱即摆过来请第二位，就是嘛是共款是绘本的，毋过这是国小中高年级的绘本故事的得奖人张伟平老师，好，就安尼。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伟平。70年代伫个婚姻出世，伫个婚姻大汉，毋过15岁就来到大都市台北。怎呢？渐渐离开我的台语环境，我的母语环境。也就是咱即摆定讲母语字从简单的一代。毋过嘛，好佳再来到台北，才有互我有机会会使知影 LKK 李工作基金会，嘛才有互我有机会会使对着阿辉老师来学习台语文的写，真感恩。以早呢，为着生活伫个都市玲珑市，甲台语的连接，其实一冬内底只有转去故乡迄短短，转头仔算会出来，迄几工尔。毋过愈老吼，就愈感觉讲，故乡迄款朴实温暖的人情，一直互我力量。后来嘛才知影讲，已经有心理学者捌讲过，伊讲幸福的人是用囡仔时的记忆来治疗一生，不幸的人是用一生来治疗囡仔时。那安尼认真讲起来，我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真感恩。创作是我记录生活上大的出口。学晓台语文了后，我就想要将囡仔时听过的故事，譬如讲，我着用的一本绘本，妈祖你要住倒位？迄是我的故乡云林北港，阮每一个北港人拢听过的故事，吼。阮囡仔时听过的故事，甲故乡的一寡信息台，像我写予国中、高中生读的迄台语底片的迄线文，迄就是我转去前几冬转去故乡去踅传统的迄菜市仔写落来的故事。我想要将即寡故事、即寡信息来甲记录落来，将学晓台语文了后，将台语文创作摕来记录我每一工所经过的日子，所感受到的世界，甲未来的愿望。所以我会感谢我的翁婿支持我饭凊彩煮，敢若酷小物件。感谢评审老师教我的创作，感谢基金会举办剧赏，互我的创作有互看见的机会。上爱感谢的就是阿辉老师带我入门，今仔日小小的成就献互老师，感谢老师，感谢大家。我袂记去介绍者，就是这位老师是咱的静宜大学，阁有师大的讲座的老师即摆嘛是迄个台湾新港界的主持人，所以大家会在电视顶嘛看到伊。好，头拄仔就是
认为着种人咧介绍的，咧自我介绍，都有介绍伊的作品的时阵，拢讲一个真感谢 LKK。毋过我感觉大家听着 LKK 上好是卖笑，因为表示你有背啊。即摆做的人一定知影啥物是 LKK 啊，伊听着 LKK 就知，敢若知影是你讲笑，安尼就好。好啦，就是头拄仔头拄仔张老师讲着，就是讲伊就是入去故乡了后。因做对台语感觉愈来愈有感情，因为台语是会当记录咱的日常生活的物件。其实我感觉，就算讲咱即摆就是伫都会伫都市内底大汉的囡仔嘛是共款，其实咱嘛是会当互伊有台语的一寡语言环境，安尼伊伫都市内底嘛是会当有台语的记忆，毋是讲一定爱限定是讲伫故乡，还是讲那个正常所在咱伫啥物所在，一世界拢会当有台语的这个环境，才是重要一个代志。好。头拄咱是办即个绘本故事的部分，今年的即个去选有一个新的奖项，就是因为大家应该知影啦，就是伫今年度开始，即个9月开始的迄个新学期，伫国中甲高中内底会有台语课，大家应该知影讲，即条路行来实在是非常无简单，因为对即个国校开始有。普通语言课已经是毋知影几当前来着，差不多20多30年，一个时间啦，已经足久的啦，时间啦。到即摆伫国中、高中内底都有台语课，佫经过遮尔长时间才有。可能大家嘛是感觉讲无够啦，毋过总是开始有这台语课嘛。若有台语课，咱就有需要有甲学生，互学生会当看一寡作品。所以伫今年度的即个课程内底，就增加即个适合国高中生读的台语的短篇散文。即个奖项算是一个新的物件，因为咱头仔有讲到，就是课程其实是一直有咧对咧时代的调整，就是讲，为古早时阵是以散文甲小说为主，到落尾因为就是看到讲有即个台语绘本的需求。增加台语绘本的奖项，即摆就是看到讲未来伫学校内底会有较侪即种短篇散文的需求，所以咱就是有特别增加即个奖项。当然啦，短篇散文我感觉是上适合各位就是台语文对台语文有趣味的人入门的一个上好的一个文体，因为伊就是较短，而且伊是会当写你生活的物件。其实头拄仔张老师讲的。就是伊要去记录伊生活内底的一寡特地的物件你就会使用台语文来记录，为即个短篇的小说，毋是短篇的散文，还是安尼。因为小说你需要更较困难的技巧毋是讲大家随写就随的，大家毋是讲照条有在看，我就毋是，毋知我会做编辑。好，我拢是看别人的文章较济安尼。好，即咱就是来看即个地种人即个国高中生开始爱先请老师来讲一下话即边即个评审的老师是牛淑慧老师对无？牛淑慧老师等下嘛是共款请牛老师来甲咱介绍，自我介绍一下，佫有讲即边评审的一寡心得。各位台语界的前辈各位台语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牛淑慧其实我台南人我讲牛淑慧所以就是我无较久已经互人同化去好来大声讲 LKK， 其实我就是 LKK 我哋从较早是就是支持理工教育基金会我爸爸写过几篇我即摆就已经无时间让我创作就是较无迄个灾情。因为即摆少年辈一直出来安尼所以即摆我的生活重心就是放伫学术的研究顶面我会记哩我指导教授我的电工会教授有讲只要就是讲咱所有会生囝会教囝的咱的父母会当从母语传承落去咱台语教育去所以今仔日真欢喜当看到遮济少年辈的就是爸爸妈妈愿意。若是其实
生活中用台语来传承，而且搁用文字来记录来创作，我感觉是真欢喜的代志好，来接下来要来讲一寡就是讲我做即个作品啦高中生、高中生短篇的散文的评审。是我个人的看法阮阁有其他的两位评审啦我讲的是代表我家己尔所以我家己的看法是安尼啦就是讲咱即摆要开始推扫伫高中、高中咱就爱去想讲，即摆的高中生、高中生伊较要义的是啥物？伊较介意的题材是啥物？因为我安尼看起来我会感觉较可惜的一点，就是讲咱写来咱要是一寡比如讲一寡弟弟啦，一寡细汉时发生的代志安尼毋过恁感觉即摆的高中生、高中生，伊敢有想要看你遮物件？可能你的文笔若好这是会当去应用毋过就是讲，因较要义是啥？即摆流行啥物，对吧？即摆电视迄个韩国出咧演啥物对即摆的 game 咧拍咧耍啥物即摆比如讲爱较爱运动的你运动的是啥物牌子的对吧？是讲伊对未来较有梦想的就是讲我未来想要做啥物货就是讲咱的题材我是希望讲咱的题材爱较多元的而且咱爱去想看讲即摆甲高中生、高中生因的生活较会当就是讲伊较有兴趣的物件咱较会当咱写出来较会当去运用来看无伊拢想讲台语拢是咧讲古老上古的物件对拢是若别人讲个台语就讲着我住伫下港的阿嬷是啥对无所以因就会感觉讲无啥物兴趣所以即摆咧就是讲拄则主持人嘛讲着高中、高中要开始推扫台语。即个老师头同我咧烧安怎？因为其实因国校学人去了后有电站伊到高中就无搁学即摆若搁高中搁要开始，其实因的台语程度还搁停留伫国校3年的程度。老实讲所以老师我毋知要安怎教，教在倒位嘛毋知所以真感谢理工局基金会是办即个活动，会当有较侪创作的适合高中生、高中生的创作就是搁希望大家会当将创作的题材产品较多元、较快去想看讲即摆的少年囡仔伊较介意啥物货来创作，咱的就是讲未来要推广的路才会愈行愈快毋是愈行愈会安尼先简单讲到遮，多谢感谢两位老师其实我嘛是台南人，我嘛是伫台北，讲我无跳去啦。好，头拄老师讲就是我是要讲就是讲即摆就是高中甲高中内底拢开始要有台语课毋过要用啥物教材来教学生囡仔咧，啥物款的题材伊才有趣味咧，我感觉这是未来要去思考一些问题。当然毋但就是讲写互高中生、高中生看的物件尔啦，就是写互家己看的物件嘛是安尼。因为咱拢知影台语要传承，一定是爱互少年人、咱的下年的人去讲。因要安怎才有趣味咧？我感觉这是大家要去真足思考的物件就是当然就是咱一直想着台语的时阵，就是会觉直接想着讲庄脚甲庄脚连接的一寡记忆，阿公阿嬷的物件。毋过台语这条路，若是要行好久长，我感觉是爱去发展各项事物的一寡讲法，搁有一寡咱去写无共款的题材啦。譬如讲头拄老师有提一寡例嘛，运动鞋譬如讲健身房足侪像即摆的现代的题材，其实咱拢会使用台语去讲。我感觉当然就是咱要用台语讲现代的物件的时阵，一定会遇到一寡无数的困难。这就是咱未来爱去学的物件。毋过总是爱有人先写。才会知影讲会遇到啥物问题。好，咱即摆就来看即个高中生的短篇散文的这种人头一位对，甲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讲咱即边就是有选10篇，毋过是无分名数的，所以我是照即顶悬的顺序来即个报名无分1名、2名，大家拢共款足悬名，足悬分好。
第一位是头拄嘛有一少年英文评老师，向你来讲这个。感谢大家。啊，毋过我讲的差不多拢讲完啦吼。啊，这篇讲哦，其实是前几天转去下港的时阵，看到以早的菜市啊，同即摆菜市啊，足无共的。大家也去踅迄传统的迄菜市啊，就知。啊，迄阵啊，其实发生一件足趣味的代志。我足赞成老师教授头拄仔讲的，就是。咱未来创作一定爱参即摆囡仔生活会使足过火，咱写的物件爱互咱下闲的所以囡仔爱有兴趣，安尼咱家己才有法度通好传落去。啊，迄阵啊，我伫咧菜市啊，其实是要买红菇粿啦，啊，红菇粿，其实是参另外一个老江湖。咧抢红菇粿，啊我有讲我要红菇粿，土豆的两块，红豆的两块，啊，毋过我较细致啦，吼，我较斯文，我讲了较细声，啊，伊对我后壁来讲话声较大声，啊，我带一个，我想讲嗨啊，土豆还剩两块尔，啊，迄两块伊衫裤我就无换，啊，结果无想到讲迄头家其实。伊定定仔咧看，伊后来迄两块土豆嘛是看互我啦，吼啊伊看互我，迄阵迄老公哦安尼面乌，我感觉迄个场面实在是足古锥的，我就来记录落来。啊，迄个头家就甲我讲，偌济，安尼算起来偌济，啊我就讲，阮翁就用华语讲，吼，140。啊，迄个头家是讲80，啊，阮头个听做80啊，啊，头家就讲80，就是要抢2个，吼，所以我就用即个过程记录来，啊，顺续记录讲传统的迄菜市啊鱼味，即摆鱼味甲啥物程度的状况，所以这是我一篇创作。主要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多谢。再来，咱就来看，请第二位叶总监翁月峰，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啊，再个讲伊这篇杯伊种物件。大家好，我是为台南来翁月峰。我想来感谢这个主办单位，因为有恁这边啊积极的拍拼啊，所以我才会当知影讲有这个比赛，而且我是伫个差不多3天前，我较早讲台语竟然原来有册字我。拢毋知影，啊，所以较早感觉讲有一个遗憾，就是我袂当写我家己所细汉讲到大汉的语言，我感觉足遗憾。啊，毋过自从我知影讲，竟然台语原来有字了，我着渐渐拢会去来写看卖啊，啊，毋捌的就是查字典。啊，所以我伫这个学习上，我是无去对啥物人学的。除了讲有朋友教我罗马拼音安尼，我会晓了，我就家己拢去查字典安尼。啊，即摆我感觉讲是拢靠家己，嘛是总有一天捌的嘛是有限啊，所以我为后礼拜开始，我嘛是共款过去对一个我即摆较知影讲的有一个。校长啊，伊做热心，啊，就是伊拢教免钱的，毋是因为伊教免钱，我较要去学，因为我感觉讲，对人去学安尼，大家互相勉励咧进步会搁较紧。啊，因为我自结婚了后，我30年拢伫咧家庭，啊，所以拢
会当讲是拢无啥物咧出球内外，啊，所以我捌的册，我读过的册嘛是介少。啊，我所写即个内容就是咧写讲较早啊结婚的时阵，啊，我住伫遐兄嫂因的厝内，啊，因为因咧讲的拢。像嘛拢做工目交安尼，我感觉安尼对囡仔真啊有够歹，啊，所以呢，囡仔拢放牛食草，啊，我就感觉讲有够可惜的，啊，所以我即个做阿姊的，我就是自告奋勇，我就招迄个囡仔来读册，啊，所以就是甲伊鼓励，啊，看到伊的成绩安尼一直进步，啊，我就感觉有够欢喜。虽然讲我毋是足够读册，啊，毋过。我就是嘛是家己甲碰碰就对啦，就是甲因时阵，就等讲哦，我拢啥物拢做够安尼，啊其实是甲乖乖讲个囡仔来加减读到册安尼，啊所以，我就是为这囡仔的进步，我就是体会讲，莫讲咱干那关心咱家己的囝，伫咱所范围做会到的所在，咱嘛是爱去关心。身躯边一寡遮个和咱共款安尼细汉安尼公公的囡仔，啊，搁我要分享的就是讲，我自从我写即个台语以后，我就感觉讲创作是有够幸福的代志，因为较早拢写华文，啊，毋过就是我本身我就无咧讲华语，啊，毋过我拢一直咧。写华语，因为我毋知影台语有册有字啊。啊，自从我知影了后，我就感觉讲，迄时我是交毋着朋友共款，我就随便放肆安尼啦。啊，然后我写即个台语，我就讲哎有够幸福的，感觉讲这真正是厝内面的物件，伊将来拢无失去，只是我毋知影要爱去家找出来。啊，所以我咧写。的时阵，我就拢一直感觉讲对这个语言真正有足深的感情。所以我就足感谢讲，我所有去写过我写过的文字，有机会安尼，互大家会当看到我感动的所在，而且佫会当去认捌讲这个文字伊水的所在。所以我感觉家己会当。为这个语言尽一点仔心力，感觉有够欢喜的，而且我即摆感觉家己足够不厉害呢。啊，感谢大家，互我这个机会，多谢。感觉洪老师够强，伊学三当就出3个种，学台语文三当就出3啊。好，所以咱啥物时阵要开始学台语拢无要紧，吼，总是爱有开始，吼，对无？好，啊，出来咱要来看哦，对，头拄我就是一个台南人，对无？即个台南人哦。好，所以第3位哦，即个郑凯源，吼，郑凯源第4，少年人哦，好，这个他跟看到有光的啊，更加的工业构筑，大家好，我是郑凯源，我即阵伫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咧读册，我嘛是台南人，其实我自细汉我就是伫母语家庭，就是阮兜包括我的小弟小妹到大，我拢是全台语的家庭，所以但是一直到我读1年的时阵，我去学校上课，我含我的老师，我用台语来讲，老师我的位伫对，甲我讲要说国语，我有讲奇怪，我伫阮兜讲讲台语，是拢爱讲国语。所以，但是迄个时阵细汉，我无啥物意识，嘛毋知影讲可能咱的台语因为一寡关系，所以必须咱爱改讲华语安尼。后来我参加一寡拢客家演讲的比赛，一直到我大学选择读台语系，来就是加强家己的台语的能力，入咱台湾文化、台湾的风俗，还有咱台湾的语言过去一直到今，还有教学等等的。我创作的这篇难忘的旅行是，我记录我大学3年的时阵，我受阮系上的一门课，老师叫阮爱去行大甲妈，
阮就是甲大家嘛，就是当做是去一个旅行，然后甲伊当做转大人的仪式。内底就记录我甲阮同学，甚至是我伫即段旅程内底看的踏地地，有真侪诚实的人，有真侪就是有爱心的人，可能会伫沿路上分一寡凉水、一寡点心，互阮姊姊，互阮姊喙干。甲我伫过程当中所感受到写伫即个文章内底。今仔日真欢喜有即个机会会当参加即个比赛，甚至是真好运有即个机会当选即个散文的即个奖项。我是抱着真期待、真荣幸的即个心情来参加。感谢理工科台语文教基金会，还有评判老师的即个肯定。未来我会继续用台语文来做教学，甚至是来做文字的创作。未来会更加拍拼，互咱的台语文一代传一代。我会一直甲家己就是讲我家己会当成做一个传播台语的经济，伫未来会当看到伊开花结籽，哪来哪水。以上是我的一寡分享，感谢大家。海馆真正是演讲比赛出来的，他说伊讲话跟他一篇演讲一款。好，真欢喜就是有少年人来参与啦。好，再来咱请夏玉华，夏小姐来做翻译。大家好，我是高雄人，毋过我是自细汉就伫台北，对幼稚园开始到大学，甚至到我研究所伫台北读册。我是结婚了，我即摆住台中，所以我应该是台中、高雄拢会当转。即届是做了一篇文章，叫做《真相》。本来即篇文章的名是叫做《台湾的故事》。迄时阵是差不多7年前，我迄阵指导一个高中学生参加台北演讲比赛。即篇文章因为囡仔其实真正拢是讲台语，我是一句甲伊讨论写出来。而且即篇文章是一个真正的故事。故事中，迄个囡仔迄阵差不多是幼稚园，大概是差不多幼稚园的阶段。伊去互爸母送转去庄脚教讲妈妈大。伊时阵其实囡仔心内感觉就怀疑讲，是毋是爸母无爱伊啊？是讲较疼伊小妹，较疼伊的小妹。伊伫咧庄脚其实伫咧等，逐工拢咧等老爸母来甲带转去。落尾有一天，就是讲伊的老爸，伊的阿公阿嬷甲带去一个所在，原来是病院，因为伊的小妹迄阵着着癌症，老爸老母是伫咧病院照顾伊的小妹。伊时阵伊才知影讲，原来伊的爸母毋是无爱伊，本来心内底迄种不安甲迄种压抑，迄时阵才放下。即摆故事中迄个小妹其实已经足大汉啦，因两个姊妹嘛拢生得真水，身材拢敢若model共款。即篇文章当初我是从7年前记着囡仔写，迄阵其实台语真正无够好。2010年的时阵，我是迄阵开始，因为教育部认真考试，迄时阵我开始家己来自学台语的动画拼音，想看参加台语的评比赛。就安尼甲到顶，差不多迄阵大概有13000条字数，我是一字一字甲所有的音标甲汉语全部练过。因为其实厝本来自细汉拢是讲台语的，所以我嘛是台语家庭。因为读到顶所有的字数了后，我甲我本来字数捡转来，而且佫学着一寡新的字数。所以今仔日才有这个代表徛伫遮领这个奖，我嘛足感谢基金会。而且当初我本来是拢读台语华语的文章，写华语的文章。就我开始看台语的文章，存在倒厝是老师啦，拿春水老师，还是讲胡开老师，还是王宗宪老师，在做遮前辈的文章，其实我拢伫咧看。就知影讲，其实台语的眉眉角角，无亲像咱想遐尔简单。所以我真感谢讲有这个机会得这个奖，嘛真欢喜会当受到这个肯定。未来我会搁较拍拼来传承台语，来继续写作台语，多谢大家。
来咱请这个王宗宪王老师吼。咱大家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王宗宪，我是高雄大汉的台南人，我两个好有方便，安尼吼，歹势。伫咧真欢喜吼，会使着即个奖同大家来分享我即个写作的过程。我写的题目叫做《狂汉囡仔的弟弟》，弟弟敢会对时间大汉？袂，毋过呢，记伫伊会停留伫咧迄个上界清澈的迄个时阵。所以我咧写即篇的时阵，我的记忆就是停留伫咧迄个我坐上车号的迄个时间点。迄个像咧看电影安尼，迄个过程，迄个景象，搁一直搁留伫咧遐，拢一直伫我头壳内底翻来逝去。所以我较会把迄个记忆。同我甲写出，我咧写的过程就是讲写讲我是迄个时阵参一个囡仔看，就像安尼冲过一个马路，伊就先冲过伊就伫遐，我到甲伫遐甲我变鬼变怪，因为我就来讲好啦，讲送若准讲冲紧过，伊就会遐做老大，所以先冲过，我看伊过，我就冲过，冲过的时阵。就像咧看电影迄慢动作安尼，就看着一台奥多仔，迄个遮尔大，就安尼动起来。当我醒起来的时阵，已经动伫病院啊。动伫病院的时阵，我着伫咧懵懵了了的时阵，我着听着我有听着阮母啊咧甲迄医生讲医生啊，就像咧看电影一模一样。医生啊，你爱甲救啦，爱甲阮囝救起来啊！迄口感毋知偌悲惨的迄种，所以迄景象，我感觉写文章就是对甲迄足细的物件，甲伊放大，甲写做一个，互迄时间定起来。所以我就写迄个情景。我嘛是教伊讲，迄个阮母啊咧甲我照顾的迄个过程，就袂输迄种。参咧看电影就是一模一样啊！我即摆，当我较大汉的时阵，我有一阵我想着讲，咱咧大汉的时阵啊，迄妈妈咧甲咱照顾的时阵，迄种艰苦啊，迄种辛苦，所以我在看，我着看即种的即个整个的即个过程甲写起来。所以拄仔杨老师讲的写记忆，因为对咱来讲，印象上较深的，就是咱一生内底。有足侪点，所以我就把这点摕出来。毋过因为我即摆伫国中咧教册，我嘛知影杨老师讲的，阮拢会去想要教囡仔足新的物件、科技的物件。像我顶个月嘛来遮讲一个放皮号上火星的即个教学的过程。我知影讲校长伊有办即个评论的比赛了后，我就想讲。我迄个时阵就想讲，要甲写做国中生、高中生适合看。其实要找一个适合的文本无简单，像画本其实足好诶。我细汉就是，毋是我细汉，阮囝细汉就是无即种画本。迄个时阵我嘛无迄个意识，讲爱看囡仔完全拢讲全台语，虽然我是伫咧台语诶家庭，所以。毋过过去就过去啊，已经无法度啊所以我看着像讲有足侪咱少年辈来继续做咱即个台语的传承，我感觉安尼足好所以我就把这篇文章写落来了后，摕来投稿，一方面嘛是要支持咱校长即个比赛，嘛正幸运有得奖，伫遮呢，因为遮疫情期间呢，上尾我是希望大家会使祝福大家会使平安过日子，快乐过生活，健康食百二，安尼敢好？我还感谢咱的LKK 基金会啦，是办即个校长的即个文学奖我会使来遮参加即个得奖即个颁奖，嘛感谢咱的评审委员会使
迄个欣赏阮的作品啦吼，嘛恭喜咱在座一个得奖的好朋友，吼，啊，搁有咱在座的各位，啊因为有大家支持，咱的台湾文学较会使继续看落去。感谢，我会继续写落去，我就袂搁看阿妈，谢谢大家，感谢。平常较袂看电视，空暗吼，诚好就是大家会使尽量甲一寡古早想讲捡倒来用，吼，所以吼家己写互要较晚。好，咱再来请最后一位即个新婉莹，吼，新婉莹。大家好，我是婉莹。我嘛是为艺术平台的，我是为出国读册了后，才开始注重台语的写作。我伫纽西兰读册，伫遐看到讲，有真济真拍拼，推动猫咪语。因政府甚至有一个计划是翻译100本的少年人图文计划，头一本就是《Harry Potter》。我感觉这个计划实在是足好的，所以我转来台湾的时阵就。想讲，其实伫遐我嘛，家己对 YouTube 开始家己学台文，然后转来台湾了后，才投这个 KK 的文学奖。伫进前嘛有投过教育部的小选，我要讲啥？好我来。所以其实进前就是定定咧用华语、英语咧创作，所以看到猫语的语言作品，转来就想讲我嘛咧用母语来创作，因为这是我家己的语言。所以伫甲爸爸妈妈咧练习的时阵，因无甲我笑亏，我感觉。有真大的鼓励，因搁陪我做我的课，我就感觉我甲因的感情比进前搁较加足好诶。搁有讲，这篇就是讲我已经过身的阿嬷，因为语言的断绝关系。造成的感情断层，所以就是想讲，因为以早伫我读高中的时阵，大家讲在考大学考试的时阵，所有的人拢咧写阿嬷过身，我嘛为这个主题开始写，因为我阿嬷就是过身啊，所以阿嬷过身这个主题应该会使引起足侪高中生。因咧写作文的时阵，一个题材，我就为遮开始用手写讲，阿嬷过身互我的感觉，然后到伊过身了后，我才发现讲伊的代志是，伊甲我学的一个代志囡仔名，毋是不歹听的话，是一个伊对我真宝贝的囡仔名，就是安尼。伊甲我学做阿屁。我就想讲，迄屁不歹听，但是伊就甲我学做囡仔屁，就是小可怜啊，所以就安尼，感谢大家。伊的作者大家咧相通的时阵，拢有讲一寡因对台语是安怎会开始学台语的迄个点，大家点拢无共款，毋过感觉讲毋管是对啥物时阵开始，你接触到即个台语的议题，我感觉拢是一个真好的开始。因为其实台语即个语言就是伫咱的环境内底，咱的世界拢是，毋过咱常常就是讲无去注意到伊的存在，就是感觉讲免特别去学习，无想着讲其实每一个语言的文字拢是需要去学习才会晓写的。就算是英语人，伊若是无去学校读册，伊嘛是袂晓写英文。所以其实咱会晓
是安怎咱遐尔啊高写华文，就是因为咱伫学校内底一直咧，互人用别个爱上写华文、华语的物件吼，所以他我有讲到一个，就是伊是伫纽西兰遐看到因即个语言的发展的文章，做了真好。咱咧讲即个语言的发展运动的时阵嘛，常常拢摕即个纽西兰做参考啦吼。当然咱嘛是诚希望讲未来台湾嘛会当亲像纽西兰安尼，共款会当伫本土语言的部分有更较侪资源，互咱会当做更较侪代志。我嘛足希望会当看到 Harry Potter 有第2版《海里波特》。好，咱今仔日讲到即个台语本的文字的发展讲足侪，上尾其实咱爱讲到即个小说的部分，因为一个文学伊咧发展到水开，伊就是一定爱愈写愈长，迄个长篇的作品。所以咱头拄仔是为较短篇的即个散文，搁有绘本开始，上尾咱再来谈即个小说的部分。即个小说的部分呢，咱申请马苏水娜老师，伊是出版过诚侪本长篇小说的作家，嘛是咱基金会的即个讲师，请老师来讲话一下。各位先辈吼，大家拢比我较有学问，其实我是读无啥物册啦吼，甲现代人比起来是差距多，所以我也莫去介绍我的学问。我即久住昆明，毋过我古早是住高中拢去台北，大学嘛去台北。所以，我的口音听起来一身自然体，毋过有个人嘛讲你敢听我，我嘛听有啥味，毋知影各位是有感觉，所以我就听知。我讲人讲着咱即个文学的物件吼，听、讲。写，其实我所拄着的吼，因为我较早捌去厝内，我拢做过就是拄。迄有个老师哦，你若甲伊讲台语，伊讲你请收国语，要安甲你讲啊，其实我唔歹做。你主管微博，我嘛是讲用台语讲。有人来抗议咧，我讲你若讲听无，我不满意，所谓的。讲，我以前嘛拢做，咱袂输，因为国语的跟水字的哦，做无少，我拢有用。是，但是伊就有你阮想啊。当然，即个时空的环境已经变甲今仔日安尼，我相信已经较无像变。但是哦，嘛是我做有的人哦，拄着嘛是，伊会感觉讲。伊无啥会甲你讲，现主是你，你会去嘉义站啦，7-11你是北部特别严重哦。我捌去嘉义，迄个7-11哦，我甲讲，我要美式的家己哦，用过。伊讲啥物叫美式？你若甲讲。华丽有那个美术啊，你这早就应该说了啊！我早问一起行医啊，行医两边来的上通用的语言你就讲，地理签，你做什么行医？你整他菜市啊，都是不要讲台语。哦，嘉义站嘛是啊，我去嘉义我讲9字的22，9字22，我啥物事？20公升啊！如果把冰度变得够比较低，所以哦，咱定来讲小说的物件，听说读是一读讲甲听哦，拢无问题啊！你啥物人啊？你台语嘛有咩语言啊？我嘛会晓讲啊，阮阿嬷讲的我嘛听有啊。伊就感觉讲你这个烂东西啊，有啥物好多强调？问题是吼。读甲写物件，读甲写课程，所以一定按照教育部啦，讲
关节啦吼，基本的音调啦吼，教你安怎读，你去背，还有迄个咱的创作吼，然后大家参考，咱才会进步。所以语言上尾就是要讲读甲写。哦，当然散文啦，是讲短篇的吼，短啊，我相信真侪人拢会晓写，不过要进一步吼。甲家己即个文学的程度，爱小说来表达，安尼才会进步。所以我嘛是愿做赞成讲，咱爱设即个台语的文学的小说的这个创作，互大家有个动力。因为你啊，刚刚吼做钓鱼啊，创字个成，伊才会去成。你甲人讲创一个空到这样，拢袂起头啊，了到引来啦，讲我去讲吼，我去钓啦，对无？创袂起个只，你低再去加入啊，再钓。所以我相信，我基本的就是我相信基金会啊，了这些老师啊，还是好好讲事吼，互大家参考，鼓励大家少年的。哦，尽量用你的心哦去想，哦，互咱的台语文化有当更较发达。多谢。啊，我听老师真强，伊讲伊无读什么册，其实咱都无读什么册，咱都无啥咧读台文册啊，咱读的拢是外文册啦，所以希望大家会使继续靠名声，安尼咱未来才有咱有更较侪台文册通看。好，安尼咱全部就写一个小说，短篇小说的家属的地中人柯培丽柯老师，嘿，请柯老师来甲咱分享一个自我介绍，还有分享伊的故事。叫老师，我开始。在座各位先生、各位台语的友士，大家平安出头天。我姓柯，叫做培丽，我是中华高岛人。认真讲起来，我真无爱写汉字，因为大家拢袂晓读。即阵吼，迄个台语是电话找无变的音，所以我逐不时都爱用改名。我真无爱写汉字，包括像阮兜中华高岛。中华台的人教你讲，恁兜袂使安尼讲，高岛恁兜安尼通嘛对，所以我足无爱写汉字。像今仔日啊，我的名嘛洪改做八文啦吼，这真正无法度，所以大家若看到我，希望大家尽量写落马字，然后莫写汉字，这是点。首先要感谢立竿科技教育基金会，就是多年以来117项。再来要感谢陈信。看这篇文章有上到，爱感谢我的陪护时段，甲我的传统环境，使我有台语的基底，甲丰富的灵感。我今仔才有才调参参遮。在这篇故事内底，我想要强调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人，伊拢徛伫伊的立场，在做对的代志，是讲大家拢对。斗起来就是倒位无对待。我相信每一个人若愿意去读这篇故事，应该拢会使伫内底看到一寡熟悉的感觉，可能是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言语、你的选择，有可能就是你个人会安尼做，无可能发生伫你的生活内底，有可能是你上看袂做是一种现象。来到有机会互看到，然后但是若有机会找到这篇，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去看，用心去感受。迄名叫做高语言治疗。这篇故事的叙述内底，我运用着真侪我个人的思考，甲台语的读音，这物件，大汉字写108表现袂出来。可惜哦。是到尾时阵拢爱同意互改字，所以认真讲我毋知影无尾字互改成啥物款。但是而且我想要借这个机会强调一点，就是讲，可能无才调去改变啦。毋过人应该拢爱有选择留下来的。地位是伫台湾已经150天，现主席嘛了侪侪人要。
用，伊是我的文字。任何人、任何单位，拢无应该用任何理由要求或者是建议别人卖写过的。多谢。这个罗马字是非常要紧的物件，伫咱时代底的这个文章会甲人改用字，其实主要是为了讲，要互全部的文章拢有一致性，就是讲，倒位用汉字，倒位用罗马字。啊，毋过这个用字的标准是会当调整的，就是讲，管会甲作者去参详讨论。所以，未来看作者是，大家若是有交稿的时阵，嘛是，你若是对用字有啥物意见、有啥物想法，其实拢会使甲编辑部来讨论吼。嘿，罗马字汉字拢是对台语文来讲最要紧的物件。汉字有伊的好处，罗马字有搁较侪好处，因为大家对罗马字较生疏，所以希望大家会使看杂志，然后用心去学罗马字，然后了解罗马字的好处伫倒位安尼。上尾就是感谢大家，再来一摆感谢大家来参加今仔日的这个阿克秀的颁奖典礼。感谢各位友人做伙替台语来拍拼，感谢大家。